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29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暑假将要开始，为期2个月青春专案嘛要登场。上午市长赖清德率领各局处的首长共同来宣传，推出8大类将近2300场活动，邀请青少年朋友踊跃参与。为了凸显青少年走出户外参与休闲活动的活力，记者会中除了邀请在地歌舞团体表演，毛宣传暑假青少年活动的戏剧演出，场面热烈活泼。其实每一档市府为了鼓励青少年以健康休闲方式来过暑假，努力下中央加民间团体资源办系列活动，参像今年包括体育等8大类，都将近2300场次，相当多元活泼。那简单的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要远离毒品啊，就是不要吸毒啊，当然也不要参与赌博，然后霸凌、飙车等等这些事情。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参加台南市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8大类有2289项，所以文武的项目通通尽在台南市举办的范围内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同仁呢好好把这个活动把它办好。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暑假的时候呢来参与可以非常的快乐过一个非常棒的暑假。那么同时呢都有成长会后赖市长嘛率领教育、社会、警政等相关局处的首长共同突破气球，向前让青春活力拢当充满伫单市每一个角落。台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由台南市议会举办106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副议长第2届联谊座谈会，28号下午伫咧南园休闲农场举行。由议长罗美惠甲副议长郭信良带领议会同仁接待，包括内政部政务处长花进群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地方议会正副议长、秘书长共同召开，场面相当热烈。106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副议长联谊座谈会，由台南市议长赖美惠担任主席，包括联谊会会长赖进坤、内政部政务处长回建群，以及省资议会主议长陈永金，甲各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以及秘书长拢到场参加，场面热络。议长赖美惠伫致辞的时阵，除了感谢各位贵宾踊跃参加，会是地方上界接近民意，也上界了解民众心声的机关。希望借着座谈会，除了伫地方民意代表、甲民主政治经验交流传承以外，同时也对地方的建设、议事运作、甲行政事务做意见交换，并且向中央提供宝贵的建言。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联谊会，我们也邀请我们各县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就我们联谊会里边我们的议会的运作，包括我们有相关的中央的法令等等，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次的联谊会，大家踊跃的提案，让我们中央民政司还有我们相关的单位来给予我们共同的努力，期待让我们议事的运作在地方上能够更顺利。联谊会会长，同时也是花莲县议会议长赖进坤，肯定台南市议会用心，并且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内政部政务处长回建群，同时也承诺
会将座谈会意见发回。如果需要内政部说明，内政部也会伫真紧的时间做进一步的说明或者是处理。座谈会上，除了报告顶一届会议决议的事项执行的情形，并且讨论提案甲临时动议。主办单位台南市议会、甲语会岛的议会拢提出议案，总共11个议案讨论。后一届会将由中华县议会主办，所以伫座谈会结束进前，也由中华县议会秘书长苏林迪伫邀请词，离台南市长赖清德伫会议结束进前也前来致意，并且伫礼成以后，大家做伙翕相，为这届座谈会留下见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4月14号，铁工局伫咧北区第一摆召开铁路地下化公听会以后，不过自救会游员质疑政府是违法走定时，根本无正面回应居民的质疑。所以上午伫咧第2摆公听会，自救会动员驻护到场，企图以定时问题来阻挡。对此，铁工局表示一切拢是依法办理。北区第2场公听会进前，自救会展出以假工程的白漆，向夺取人民土地事实等布条来表达因的心声。不过，唔知敢是日头伤炎，自救会成员比顶一摆明显较少。当然，主办单位铁工局嘛烦恼有任何意外。除了有优势警力维护，嘛加派救护车抬兵。一开始进场嘛发生意事，自救会成员要查布条进场，被员警主动的口角。而等到公听会正式开始，自救会就以天数发言，企图阻挡因所质疑违法的公听会。这一场会议有它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开完了之后，铁工局他就不需要再针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去说明这个土地征收的必要性、公益性各方面。那也就是说，他后面完完全全只是会进行这个协议架构有关于补偿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跟他有什么任何对谈的机会了。所以今天的这场会议，它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应该算是我们针对这个土地征收是否合法、合理、有公益性、有必要性，最后一次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机会，以后没有了。我们这第2场公听会呢，我们在第1场公听会结束之后，我们有将第1场会议记录有寄给各位乡亲。那现在我们进行第2场第2场公听会呢，主要我们会针对第1场大家曾经有提出来的问题，除了在会议记录里面有一些回应之外，我们会将最主要的这些重点，我们都会在今天的简报里面跟大家详细做说明。那接下来大家针对我们回应的内容，还有哪一些我们没有回答到或是可能回答的没有具体的回答到大家的问题的，那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面跟大家交换意见。不过现场除了自救会成员发言，会当看出受铁路地化影响的住户出席的比例明显较少。当然，会中毛住户不断询问铁工局工作人员因厝被拆的状况，希望争取上大的宽容。对此，铁工局表示，了卖特别针对中营新城的住户，佮在召开2摆公听会，欢迎住户踊跃出席。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水上训练中心因为建筑物老旧，佮受到运河水道的限制，影响选手训练。对此，议员李文正上午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要利用观光渔市的水域来作为训练的基地。不但会当培育更优秀的选手，嘛会当带动观光渔市、渔港、水上休闲活动的推动。
议员李文静上个透过记者会指出，目前各阵委员会是利用原来白龙阵比赛的司令台作为训练选手的基地，但有当地居民认为，该建筑物破坏运河整体景观。议员认为，市府应该整体规划恢复公园原貌，并且伫观光渔区远洋渔港设置选手训练的场地。咱若会当带即个远洋渔港遮吼，伊的水域较大，伊的范围较宽，即个咱的各船的选手，咱若要伫遐来训练啦，即个场地啊，即个是一流的场地啦，要伫遐比赛，嘛是一个一流的即个场地啦，所以咱的一个看法，包括各船委员会一个建议啊，是认为讲。伫即个远洋渔港的即个所在，咱即摆观光渔区即个所在，是一个上适合来正做咱各船训练的一个场合。因为它是这个湾流渔港这个部分是第一次提到这个部分，那因为有牵涉到其他局处的部分，我们会召集这个相关的局处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地点来做更适当的一个妥适的了解。那如果说能够提供更好，而且对划船委会更有利，当然也达成了这个居民这边的期望的话，当然我们体育处是乐观其成。那这部分我们会再跟相关局处来做沟通，这样子。议员李文静呼吁市府爱更加积极来替选手安排适合训练的场地，一来会当幸福市民更加好的运河公园景观甲休闲空间，二来会当培养优秀的选手，争取上好的成绩。另外，也会当带动观光渔区、远洋渔港、水上休闲活动的推动，希望市府出面整合促成。但新闻假山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对102年度开始全面推动校园图书环境的优质化，到今已经有259间学校完成，比率高达95%以上。最初教育局特别出版《走读台南》这本册，要来介绍济学校伫咧图书环境改造的特色甲拍拼的过程。这本册编辑团队半年外来走访台南市27间学校，发现这些学校的图书馆透过空间设计改造甲图书的增加，甚至进行家乡绘本的制作甲文学走读活动，让囡仔对图书馆充满兴趣，进一步养成阅读的习惯。所以嘛，互因一点一滴记录这4年外来努力，也希望透过新册出版，让更较侪人知影。我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呢，在102年透过我们赖清德市长有一系列的学校图书室成品化、优质化的一个工程。那所以呢，我们在市预算编列了1.2亿元。那同时各校呢也有跟对外有一些的募款，然后校友的资助等等。所以我们目前呢95%的学校都已经完成了图书室的优质化。那同时，除了这个硬体的整个全面的改观之外呢，我们也搭配软体的一些阅读的活动，比如说有的学校就结合了一个文学的走读的，或者是家乡的绘本的绘制，那甚至呢很多的教学活动都带到图书馆来进行。那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因为图书馆的改造，让孩子喜欢上了图书馆，喜欢阅读。那在图书馆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的阅读的奇迹。同时，市长伫册中嘛回忆，那当前每一位市民每一档买册预算连一粒茶叶蛋拢无够，不过现在已经增加到28块4，成长幅度明显。同时，104年市民平均借册量已经有4.2本，已经是全国第2位。所以，徛伫教育局立场，嘛强调对校园抓紧持续来努力。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水也是生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以引发全台关注的高雄气爆事件作为主题发想 ，HPS 舞团推出创作舞剧《消逝的城市》，希望借由舞者肢体动作甲呈现的方式，唤起大家注意，伫咧现代城市生活当中所隐藏的危机。舞者身上的破空，甲光影所照射出来的伤痕，就亲就是要展现出现代城市伫咧节节建设之下，土地所承受的迫害甲苦楚，以现代舞的方式，以意象、以动作呈现。这部《消逝的城市》，就是以高雄气爆作为主题发想，要呈现出现代生活当中隐藏的伤害甲危机。地方竟然会有这些事件的发生，竟然不是天然的灾害，而会让我们有这么严重的死伤这样子。那所以这种事情对于我们来讲还蛮震惊的，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又发生了，像台北的话是有尘爆，那接下来台南不是之前也有地震，那我发现地震后不是也那个大楼的崩塌，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去小心，就是去避免的。其实基本上可以不用造成这么多的事件的伤亡，那只是我们可能人为的疏失等等之类，才会造成这么多事件的发生这样子。对。这届舞者也将要挑战连续1点钟无休困的持续跳舞，对体力甲耐力来讲是一大挑战。像他们这种非专科班来讲，这次我们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全程55分钟都没有下台，对他们来讲就是快要挂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全新的体验。那这次还有第二项更困难的体验呢，就是让他们就是爬这个很辛苦的斜坡，这是我们的舞台装置。那对于男生来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辛苦，可是对于女生来讲，女生的臂力就已经输男生很多了，所以我们就是呢，男生跟女生的等级是要一样的。那大家都不晓得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大家只知道空气污染，但我们现在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那我这次就想说，好，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戴口罩，那我就尝试说，那我们就戴医用口罩，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戴 N95 口罩。所以我尝试在整首段落的最后8分钟，全部的舞者已经跳到快晕倒的时候呢，都戴着口罩 N95， 一起体验最后的8分钟很激烈的跳舞，尝试无法呼吸的感觉是怎样。这部《消逝的城市》现代舞剧表演，将伫咧这个拜5、拜62天的下暗，但文化中心原生剧场演出，欢迎民众前往欣赏，去体会这个城市所隐藏起来的伤痛。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由台南文化中心1楼陈列馆所举办的欢乐会客特展，展出由张良哲甲庄永民2位收藏家所收藏的日本甲台湾各种欢乐会客，也有由欢乐会客所衍生出来的故事，欢迎大家前往参观。欢乐会客特展对6月30号到7月23号这段时间，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文物陈列馆展出，分做5大主题展览，有欢乐会客的故事、欢乐会客的商标、图案、包装系统，以及学生家己所手画、创意手作欢乐会客，真值得民众前来欣赏。从1966年到1970年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反映当时候日本人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或是大家所追求的一个潮流是什么？我看也有一些属于印象派画作的部分，所以有一些属于艺术性的画作，当然也有一些浮世绘的一些设计等等那反观这一次庄永明老师所提供的台湾的这些火柴盒也是如此的所以我觉得火柴盒是人民生活当中非常
息息相关、非常密切的一个日常用品。收藏家张良哲教授也将伊适当伫咧日本做清洁工课时阵，随手收藏的日本花卉花壳，拢会来展出。由包装的多元程度，也会当看出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1966年就是日本东京奥运第一次奥运之后，到1970年是大阪世界博览会，所以这4年啊，刚好是日本奥运到博览会这4年当中，日本经济最起飞的时代。这无意中我就发现，所以那个从火柴盒看出他们各行各业，尤其大阪是日本的商业都市，这个，而我所捡的东西不是我刻意去挑选，是我随意，这等于是一种随意的样本收集。那从这里面呢，就代表出日本的各行各业的他们这个兴隆的状态。因为收藏的花卉花壳非常的多，我都一一展出。收藏家张良哲教授也将收藏编做册，并邀请大家做伙来看展览，体会小小的花卉花壳当中所隐藏的大大趣味。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家人疗养院为着要帮助精神病友走入社会，因此伫咧职能治疗师的领处之下，由病友组成志工队，透过社区参与服务技术的训练，来得到民众的回馈，也借此提升信心，进一步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由嘉南疗养院的病友组成的总爱队，是全台第一队由精神病患家己组成的志工团队。伫民国97年，由院内的职能治疗师带领病友做伙从事志工服务，所来发展出管理组织，号召有服务精神的病友，伫每一个礼拜进行社区清洁、关怀独居老人到海边的净滩等等工作。互因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当中受到肯定，也增加自信。就是在跟他们一起打扫的时候啊，那个整个环境被清洁之后，就会觉得那感觉非常的舒服。还有他们社区都会给我们一些良好的回应，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荣誉感。院长跟我们的主任啊，王主任，蛮支持我们做那宠爱队的服务。每年呢，年底的时候都会在院庆的时候颁奖给宠爱队，让我们感受到这份服务是值得的，可以更有信心继续下去。嘉南疗养院院长郑正明表示，针对精神病友，除了透过药物以外，上重要的是各种的功能训练。但大部分的人对着精神病患依然有无了解的所在，造成病患无愿意行出复健的第一步。因此，透过志工的方式，互因会当训练技能，也会当提升自我的价值。他们在参加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除了帮助别人，等于是自助人，也帮助了自己。他们从社区的回馈，因为他们确实去帮助了很多独居老人啊，去清扫环境啊，这些都是他们固定在做。做中他们也学习到了蛮多，那也得到了很多回馈。那这是一个正向循环，他们就自己也更愿意去做，所以那就也越来越多人的参加。那这部分那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哈。那对他们的，除了对他们的帮助别人自我实现的这部分，他可以做得越来越好。那对他们的病情还有回归社区部分也有很大的帮助。总爱队的队员透过社区服务，除了学习融入社会，也会当甲家己的队员增加互动，做伙完成任务，成为一种新的复健方式。但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表示，有一位38岁陈女士一直想要有心，不过8冬来拢无法度圆梦，因为伊的体重雄增加30多公斤。经过检查，才发现伊得到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透过中医治疗甲调养身体，伫咧5个月以后，才总算有心。检查有女性朋友会认为，若无有新的计划，就算讲月经未顺，甚至被诊断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只是单纯的妇女病，无啥要紧。不过，中医部王淑秋医生表示，有人因此8档拢未生，体重阁增加到30多公斤，新陈代谢拢受严重影响。其实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呢，它主要是因为荷尔蒙分泌的混乱，去造成了就是慢性的不排卵。那对女孩子来讲呢，最大的困扰就是比如说形态上面的改变，比如说肥胖啊，严重的痘痘啊，多毛啊，一些雄性化的表现。那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妇科问题，随着病程的增加，很多的患者他随着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像是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都会比一般的妇女要来得高。所以它并不是说你没有想要生育就不用治疗，而是要积极的治疗。对着类似的个案，中医透过个人化的治疗，找出适合患者所需要的当归、川穹等药材，搭配运动、占卜来调整体质。经过5个月，终于顺利有心。在调理的部分呢，其实多囊性卵巢最常见的症型是痰湿、肾虚，还有血瘀。但是我们中医是属于一个个人化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还是要清楚的去辨证。那辨证的结果，这个患者他是属于气血两虚，而且有寒闭包宫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药物的开立上面呢，就是以八珍汤的加减为主，再加上一些补肾、助阳、温宫、散寒的药物。那的确就是在5个月的治疗当中，患者完成他的心愿这样子。中医师再次强调，大部分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体质较湿，气血不足，所以参像西瓜等较寒性的物件，尽量较莫食。等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在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温度27度至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